继续来看高雄的寿山动物园，自年翻修，旧年重新来开园，吸引到真侪大细汉朋友入园来看这动物。不过议员来指出，讲这个高雄的票价是全台湾上低。讲台北市非市民调起为100块，新竹市的专票嘛爱50块，啊高雄的专票嘛只40块尔。哪像还阁有调整的空间？啊高雄市政府是来回应讲有要调起啦。 但是司机甲票价拢爱个评估，讲会兼顾到市民的权益。民众排队来到寿山动物园看动物，真欢喜。新设备有空中步道，会当让大家好好欣赏动物。真侪游客对定翻修后的动物园环境是不加满意，不过嘛点出会当个改善所在。动物还是很少了。 这都很清楚，可以很近距离的跟动物接触这样子。迄个走道啦，什么迄个叶拢有较好势啦。真侪游客嘛是拢讲好听话，即马都期望伫咧即阵的时，因为高雄动物园开这么侪钱伫咧征收，不过票价算是全台湾上低。新竹的票价是50块，我们花了这么多钱，做了这么漂亮的动物园是不是高雄的票价也应该适度的调整？目前我们票价在全国来看是最低的，不管是基于财务考量还是未来的这个发展，这个部分的方向应该是正确的。台北、台北、新竹、高雄3位市立动物园的票价，台北市预计明年调关非市民的票价到100，新竹转票是50，高雄转票刚刚40。议员就讲，寿山动物园的设备已经大大提升，票价嘛对咧做调整，啊民众会安怎看待咧？安尼50较拄好啦。安尼啊，那50、60可以啦。比来到动物园的游客，大多数拢会当接受继续调整，安来调偌济，当时起价，市府会搁再讨论。不过嘛强调会兼顾到市民的权益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